翻嚟新聞時間，政府建議出年年底禁止拖網捕魚，200幾個漁民遊行不滿政府嘅賠償方案唔公平。香港仔避風塘呢啲拖網漁船一到捕魚旺季就會兩手一早出海打魚。舊年施政報告提出立法禁止喺本港水域使用拖網，有船東話將來所有船都要到外海作業，擔心生意會好難做。我哋根本嗰個漁浪淨相當少，1-2年間可能會跌都未定。嗱，呢啲大型嘅拖網每次出海，每日嘅漁獲咧大概係2-3萬蚊到。不過船主話淡季嗰陣漁獲就會少好多啦，加上油價高企，有時連皮費都唔夠冚。有環保團體就指拖網捕魚對海洋生態破壞好大。個網一拖嘅時候呢，咁其實佢就不斷去刮嗰個海床嘅表面，咁嗰個海床表面嘅珊瑚啊、貝殼類啊，咁一路都係被刮走嘅。好多時候呢，亦都會將一啲魚苗啊，都係一網打盡咗。政府禁拖網目的就係想保護海床同海洋資源。當局向受政策影響嘅船東發放特惠津貼，400艘近岸拖網漁船多數喺香港水域作業，受嘅影響較大，建議發放90至550萬蚊。另外700艘較大型嘅拖網漁船一般唔會喺本港水域作業，建議賠15萬蚊。有船主認為唔公平，喺遮打花園集會，再遊行到美利大廈遞交請願信。代表話，如果政府唔回應訴求，會喺星期日再發起漁船遊行抗議。而政府就話喺制定有關方案嗰陣，已經積極回應漁民團體嘅訴求。無線電視記者汪明希報導。沙田一間小學有學生被天花跌落嚟嘅石屎灰擊中受傷，要送院檢查。4個學生被送到沙田威爾斯醫院。意外發生喺沙田博康村救世軍田家炳學校。校長話喺午飯時間，一個課室大約2尺乘2尺嘅天花有油漆剝落，整傷4個學生，其中3個人係受輕傷，有1個人灰燼入眼。學校喺83年啟用，校長話每年都會視乎情況維修㗎。意外之後已經向房署匯報，房署聽日會派專家去全面檢查。專家5個囚犯8個月內喺懲教所中吊頸身亡事件，死因庭5個陪審員裁定5個人死於自殺，又向懲教署提出6項建議。09年至到舊年，監獄發生5宗囚犯死亡嘅事件，其中4宗喺赤柱監獄發生，另外1宗喺白沙灣懲教所發生。5個人係33歲至到42歲，都係被獨立囚禁。死因庭研訊之後，陪審員一致裁定5個人都係死於自殺。佢哋向懲教署提出6項建議，包括當遇上突發事故嘅時候，懲教署必須要召喚救護車，而且派出懲教人員喺大門開閘，減少救護車進入懲教所嘅時間。第二，巡邏值日官應該要有懷疑患有精神病在囚人士嘅醫護監察名單，並且名單上嘅一欄必須要具體記錄佢哋嘅情況。第三，係加強前線員工嘅訓練，提供員工對在囚人士自殺嘅警覺性。第四，就係研究床單替代品嘅可能性。第五，確保交更嘅時候有足夠嘅監管人員。最後係如果同一座嘅在囚人士人數增加之後，署方應該相應增加巡邏嘅懲教署人員。無線電視記者方健儀報道。美軍官員透露，美軍突擊拉登當日，原來只有50%嘅把握，拉登當時係喺大宅入面。而美國總統奧巴馬認為，拉登喺巴基斯坦內擁有支援網絡，要徹查。美國嘅輿論認為係巴基斯坦巴比拉登先至可以令到佢喺當地匿埋咁多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相信拉登的確喺巴基斯坦境內擁有一啲支援網絡，但目前未清楚上星期美軍突擊拉登行動嗰陣，巴基斯坦官員係咪早就知道拉登住喺亞伯塔巴德大宅內。We don't know whether there might have been some people inside of government, people outside of government,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to investigate,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Pakistani government has to investigate.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當尼倫接受美國多間電視台訪問嗰陣，透露更多行動細節。佢話當日實際上只係得50%把握，拉登仲身處大宅入面。但奧巴馬依然決定下令美軍出擊，最終順利完成任務。美軍跟住就喺屋入面搜出大批情報資料，中情局形容規模就好似一間小型嘅大學圖書館。美國又希望可以接觸到正係被巴基斯坦當局扣留嘅拉登3個遺孀，去到解答不同疑問。
例如拉登喺911襲擊之後嘅生活情況同阿爾蓋達組織運作。對於外界相信阿爾蓋達2號人物扎瓦希里會接替拉登領導組織，美國認為扎瓦希里嘅領導地位同拉登相比仲差好遠。雖然拉登已經死咗，但阿爾蓋達嘅威脅依然存在。無線電視記者李偉達報道。俄羅斯舉行閱兵儀式，紀念2次大戰打敗納粹德軍66週年，同場又展示多款新型武器。盛大嘅閱兵儀式喺首都莫斯科紅場舉行。總統梅德韋傑夫、總理普京等官員同埋1000個退伍軍人出席。2萬個軍人喺廣場接受檢閱。閱兵儀式上展出100幾款武器同埋裝備，包括伊斯坎德爾 M 導彈系統。俄羅斯王牌武器之一，防衛能力極強嘅白楊 M 洲際彈道導彈、S-400地對空導彈等，合共18套導彈發射系統、31套火炮裝置同埋 T-90等多款坦克。最後以5架懸掛俄羅斯國旗同埋海陸空3軍旗幟嘅米8武裝直升機飛越紅場上空，為閱兵儀式畫上圓滿句號。1945年5月7號，喺2次大戰中戰敗嘅納粹德軍喺法國簽署文件，宣布無條件投降。至到第二日挨晚，納粹德軍喺柏林正式簽署戰敗投降書。由於當時莫斯科踏入5月9號，因此俄羅斯將呢一日定為戰勝納粹德軍紀念日。無線電視記者曾孝柱報道。重慶市有商販喺啲街道灌注工業用嘅化學粉末，增加重量可以賣貴啲。重慶市執法人員採取行動，檢查運載家禽嘅貨車，發現一架貨車上嘅雞隻有異樣，檢查發現雞隻肚入面有灰色粉狀，初步相信係礦石粉，需要進一步測試。執法人員檢走近1000隻雞，價值6萬幾蚊人民幣。重慶當局較早前抽檢市內雞隻，亦都發現雞隻內有硫酸貝，即係俗稱嘅重晶石粉。暫時唔知道食用會唔會影響人體健康。重晶石粉主要用於石油天然氣鑽井嘅加重劑同埋高級油漆等用途。有業內人士透露，灌注活雞食重晶石粉能夠增加重量，賣出嘅價錢亦都可以更高。另外，《人民日報》報道內地食品添加劑問題，報道舉例話，一支雪糕含有16種食品添加劑，一袋即食麵就有14種，而市面上就有90%食品附有添加劑。每名成年人每日直接或者間接會食到80到90種。內地專家話，企業為咗追求商業利益，令濫用添加劑問題相當嚴重。無線電視記者宋兆聰報道。台灣氣象部門發出今年第一個海上颱風警報，由於估計颱風未必會帶嚟好多雨量，當局計劃月中喺部分縣市要限制供水抗旱。而大風暴艾利逐步逼近台灣，中央氣象局清晨發出海上颱風警報，預料對陸地威脅唔大。而受到外圍雨帶影響，花蓮、台東同恆春半島夜晚同星期2會有大雨或暴雨。由於預計艾利帶嚟嘅雨量未必會太多，對舒緩水荒幫助有限。台灣經濟部宣布，如果未來2個星期冇足夠雨量，新北市部分地區、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唔會供水俾泳池同洗車業界。如果降雨仍然唔夠，台中、台南同高雄亦都會照樣限制供水。再冇改善民生供水都可能受影響。台灣由於氣候反常，梅雨季節降雨好少。由4月下旬到依家，台南同高雄嘅降雨量平均唔到1毫米，同歷年同期大約47毫米相差好遠。港鐵凌晨完成搶修天水圍輕鐵撞車現場，服務今朝回復正常，仲有4個傷者留醫，情況穩定。經過10幾個鐘頭嘅搶修，輕鐵705號嘅頭班車朝早5點11分喺天水圍站開出。大約5點20分，經過琴日輕鐵同貨櫃車相撞嘅出軌現場，港鐵工程人員通宵搶修，
喺出事嘅天悦站附近重新安裝架空電纜嘅支柱，更換路軌同組件。新聞報導完，再會。